呢款自帶儲物功能嘅雙層組合床，可以令小戶型嘅空間直接翻倍。上下兩層嘅設計，儲物床箱合理利用，為你嘅房間騰出更多嘅自由活動空間，非常適合細小房間有2個小朋友嘅家庭使用，瞓覺、收納一應俱全。雙層床嘅顏色外觀時尚大氣，適合各種裝修風格。床體非常堅固厚實，採用全鋼龍骨及25mm 厚板，安全環保，超強承重，而且高度設計合理。床梯加厚踏板設計，攀爬方便，高低兩層同寬設計，一體化私人空間。上床木梁有安全護欄，為你打造舒適安全嘅睡眠空間。整體嘅儲物功能亦都非常之強大，前排有3個大櫃桶，床內有2個大床箱，可以放大量轉櫃衫、被鋪、枕頭等等等等，就連大件嘅行李都放得入，非常實用。中間仲附帶小書架，適合放書、放手機等細小嘅物件，將每一寸空間都完美利用。我哋仲會提供4種組合款式選擇，滿足唔同房型嘅訂製需求，全部都可以自定做尺寸大細，用盡你嘅空間。中意呢一款儲物雙層床系列嘅，觀塘門市有陳列，歡迎嚟睇樣板。